第一部分係災難報導嘅選擇性敘事與邏輯謬誤。閣下開篇以隕石撞地球嘅聳動標題吸引眼球，實則通篇未提及任何具體嘅隕石事件。呢種標題黨嘅手法呢，已構成嚴重嘅誤導。所謂科學家模擬地球被拋出太陽系嘅論述呢，更加係將伊卡洛斯期刊嘅假設性研究呢偷換為呢既定事實嘅。咁個論文咧明確指出咧，模擬條件係咧假設流浪行星以0.1天文單位近距離掠過，呢個概率咧就低於100萬年一遇。閣下卻刻意省略關鍵前提，製造末日恐慌。呢種將學術推演包裝成迫在眉睫危機嘅手法，同市井占卜師危言聳聽何異？關於新西蘭地震嘅報導呢，係閣下用成都3.1級都震得好大聲嘅作類比。完全暴露地質學常識匱乏，地震烈度同震源深度、地質結構密切相關。2017年地震工程學報已經證實咧，四川盆地因沉積層放大效應，3級地震感知度咧相當於其他地區咧4級。閣下將特殊嘅地質條件個案普遍化，猶如用香港颱風強度質疑加勒比海颶風分級，實屬荒謬。第二部分，恐襲事件分析中嘅陰謀論傾向。每針對俄羅斯邊境橋梁爆炸案，閣下提出自導自演嫁禍烏克蘭嘅猜測，此等論調完全背離基本調查原則。根據俄羅斯聯邦偵查委員會5月30日公告，現場提取嘅爆炸殘留物含 TATP 成分，該物質因為穩定性差，從未俾俄軍列裝，恰是烏克蘭特種部隊慣用炸藥。更何況呢？布良斯克州鐵路網承擔俄軍60%前線補給，烏軍破壞動機遠大於俄方自殘需求。閣下所謂製造談判藉口嘅講法，完全漠視俄軍喺哈爾科夫攻勢中嘅實際戰損。若真需製造事端，何不喺國際關注度更高嘅黑海艦隊動手？閣下對首爾地鐵縱火案嘅評論呢，更顯雙重標準，將韓國個體極端行為歸因社會不公，卻對中國類似案件冠以神經病標籤。2014年昆明火車站恐襲，2023年北京醫院傷醫事件，邊次官方通報唔係強調個人精神問題？呢種選擇性歸因，恰係殖民主義、東方主義敘事嘅當代變種，將西方社會問題病理化，對非西方社會問題政治化。第三部分，中美關係論述嘅歷史虛無主義。閣下對香格里拉對話會嘅分析存在嚴重史實謬誤。所謂美國防長稱共產中國絕非突發事件。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之後，杜魯門政府便確立 Communist China 官方稱謂。奧斯丁呢一次用詞係冷戰話術嘅延續，恰反映美國對華認知仍然停留喺麥卡錫主義時代。至於中國威脅論呢，不妨對照個數據嘅。美國喺印太地區擁有313個軍事基地，中國海外基地僅吉布提一處嘅。美國2024年軍費160億美元，中國300億，且含大量嘅防衛性支出。究竟邊個在製造威脅？閣下刻意忽略關鍵背景。董軍防長缺席會議，實因美方拒絕解除對其2018年簽發嘅制裁令。呢種既要對話又唔俾對話資格嘅悖論，同1840年英國要求清朝欽差下跪何異？更諷刺嘅係咧，奧斯丁嘅演講中提及咧，就唔會被趕出關鍵地區啦，卻避談關島啦、沖繩民眾持續多年嘅反基地運動啦。咁當地主體性咧喺美國地緣戰略中咧，永遠咧只係可犧牲嘅主角。咁第四部分啦，日本米價問題嘅殖民視角，閣下對日本米方嘅評論咧就充斥住咧前現代思維，將政府釋出儲備米類比清朝賑災，完全無視現代糧食安全體系運作機制。日本農林水產省2023年食糧法修正案明確規定，儲備米輪換屬常態化市場調節，同災荒毫無關聯。所謂陳米難食，更係無稽之談。日本國家糧食儲備庫採用15度4C恒溫儲藏，稻谷脫殼後真空包裝，品質保持期可達5年。呢個喺2019年東京大學農學部實驗中已獲驗證。更值得警惕嘅係，閣下潛藏嘅經濟殖民意識，用香港米價貶低日本民生，卻絕口不提兩地人均 GDP 差異。日本34,000美元 VS 香港49,000美元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，
日本5公斤米價僅佔人均日收入 0.8%， 香港則為 0.5%， 差距根本不足以構成貴到造冊。呢種以單一商品價格評判整體民生呢，恰是英國呢東印度公司當年操縱孟加拉米價嘅話術翻版。第5部分，科學議題嘅民粹化扭曲美閣下對天體物理學研究嘅器物化解讀，暴露反智主義傾向，將引力擾動類比隕石撞擊，猶如將颱風同沖涼水漩渦混為一談。須知伊卡洛斯論文討論嘅係銀河系船被穿越嘅億年赤道效應，閣下卻偷換為即時性災難。呢種操作與16世紀教會曲解伽利略地球移動論證末日審判有何區別？所謂地球飛出太陽系嘅表述，更加係違反開普勒定律嘅偽命題。即便遭遇極端引力擾動，地球軌道亦都只會變形為橢圓。要徹底脫離太陽引力，需達到 16.7 公里每 s 嘅逃逸速度。呢個喺太陽系內根本唔可能自然發生。閣下呢將嚴謹嘅軌道穩定性研究降格為占星術式預言，實係對科學共同體嘅侮辱。第6部分，話語體系中嘅後殖民陷阱。通觀全文，閣下話述深陷殖民話語基因，用恐怖襲擊定義俄羅斯事件，卻稱中國恐襲為神經病，將美國軍事擴張美化成維護和平，卻把中國防衛性建設污名為破壞穩定。呢種二元對立框架正係薩爾德東方主義批判嘅當代顯現。西方永遠代表理性進步，非西方只能係混亂落後。最諷刺嘅係，閣下批判世界亂七八糟嘅時候，卻無視亂源正係殖民遺毒。烏克蘭危機根源於北約東擴，南海爭端肇始於舊金山和約非法劃界，就連香港糧食危機亦都係英國殖民時期轉口港定位嘅歷史苦果。呢種將病症當病因嘅論述，恰似鴉片戰爭時期清廷官員抱怨洋人帶嚟災禍，卻絕口不提關稅自主權喪失。結語，媒體人當以啟蒙為己任，而非販賣恐慌。同閣下將科學推論扭曲為末日預言，用陰謀論替代事實查證，以雙重標準解讀國際事務嘅表現嚟睇呢，與其話係新聞評論，不如話係殖民話術嘅當代復辟。建議重讀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，至少搞清1840年以嚟嘅中西互動本質，再談國際時政為宜。